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这集要来讲这礼拜发生的代志吼。2月底拜六呢，咱伫万城有举办一个228的纪念活动。咱有将近30个来。其实这个活动呢是有小可临时才决定的，所以就欢喜讲，阁有遮侪人来。系啊。另外一个较意外的点是其实我有小可想讲，敢会是咱遮的公园站吼，拢是老人的来，毋过嘛是有一寡少年人来。少年人袂少诶。对，有拄着一个妹妹，我感觉应该是30岁左右啦。伊听着我咧牵查某囝讲台语，伊就足欢喜甲我讲因兜嘛是拢牵囡仔讲台语。伊家己无生囝，毋过就是因厝内人拢会牵囡仔讲台语安尼。讲倒来即个活动呢，其实我伫疫情进前，其实拢会牵遮的长老教会合作，逐个月会搬迄个台湾电影。2月迄届就会特别放228相关的电影，像迄个啥物天马地棒啊，还是牵阮的手啦，超级大国民啊，等等，这拢有放过。毋过迄个时阵固定会来活动的人吼，其实因经过即个疫情了后就散去啊，所以疫情了后的活动，我阁有换一个方向，所以其实我会特别去较注重 social 即个部分，我就较无去像迄疫情进前政治诶迄个味遐重就对啊，所以我其实我无啥确定讲大概是毋是拢会当接受讲向有一个政治的活动。当然我感觉这是应该爱是一个正常的代志。毋过你嘛知影台湾人其实足侪人就是就爱避免讲政治的，真的。系毋过我感觉讲即届办即个活动，互我有一个信心讲这嘛是抑阁是有市场的，大家阁愿意来讨论。对。毋知我感觉即届伫网络讨论的状况，我感觉比以早搁较要安讲啊，搁较济。毋知是毋是公园站的关系，毋过就是感觉即届听着较济是希望228是毋是搁咧庆祝的一件代志。我有看到遮济人讨论即件代志，真正毋是一个 holiday 互你来耍诶。系啊。对啊。我另外一个是即届经验，我感觉嘛诚趣味，就是可能因为大家来到遮拢知影对方的政治立场，所以大家颠倒就是会当足大方的去讨论政治。即届因为我讲即届诚临时嘛，所以来的人内底有英国人嘛有囡仔，所以我只好摕迄个台湾吧的底片来做介绍。我就想感觉讲，咱介绍咱台派，对，咱台派应该要有人出来做即个互囡仔看的台湾历史的即个 anime， 来可能就是用主题为主，一段一段去介绍。就比如讲像英国，因拢会以几个较出名的王朝，去出版迄个囡仔册，安尼是小开互囡仔知影讲即段历史是安那比如讲伊嘛会讲伊即个时期的人会食啥物货，穿啥物衫，你伫街仔路顶会闻着啥物味，即款的毋过这就是佫需要人佫有时间佫有钱安尼。对。今仔日拄好
我写即段吼写了了后啊，拄好看到讲吼，陈定波基金会因即马其实咧做类似的代志。真诶？嘿，因毋过因毋是要做 anime， 因是要做 manga。嘿嘿嘿，我感觉种袂歹。系啊，对啊，就是爱台派的人家己出来做。嘿啊，嘿对，佫讲来即个来参加的人吼，遮有即届嘛有几个香港人来参与。咱活动拢有翕相嘛，因事后就甲阮讲请咱甲即个，请阮甲因的面甲炸起来，因为因惊有人有麻烦就对啊。因为因厝内佫有人留伫香港，我感觉讲真可怜，而且吼。最近几年，因为英国开放，即个香港人摕因的 BNO 护照搬来英国嘛，所以遮的香港人就向变足济啊。真诶？因就开始出现足济即个同乡会啊、同乡会，办足济活动诶。因佫有一个足特别，就是因诶特别去因诶串联黄丝啊，就是伊会找讲。因若是拢是黄色的，因黄色的就是 anti China 的嘛。因就会有一个商会，就逐个你就拢知影，这人进来都拢共阮赞安尼。嘿，因会特别写。嘿，因咧办遮个活动吼，定定拢互我想着迄个早期啊，乌名单的前辈，因走去美国的时阵啊，是毋是嘛是即款心情啊？就是有厝啊。无法度转去只好讲伫海外找这个乡亲出来做伙思念家乡安尼。因为我感觉以即摆的英国的台湾人来讲啊，大家其实拢是较轻松的，就是想讲来遮看卖啊，食一个头路啊，无就是对另外一半的人来啊，若有做出事也真好啊，无做出事也嘛会当转去厝的啊，转去台湾啊。因若出去交朋友，其实因的重点嘛较放伫讲去熟悉遮其他文化的朋友，就毋是迄款思念家乡的迄款心情嘿。就是台湾人，就是各有家己的后头啊，就是各有厝会当转去，就是无共款，系啊。你头拄仔讲的，就是迄香港人会惊有麻烦嘛。我感觉咱的里面啊，英文袂歹，会当去 YouTube 找 Channel 4，有一个纪录片叫做 Secret and Power China in UK。伊内底有讲着讲中国是安那渗透英国，因是安那监视，毋若香港人，连咱台湾人嘛有嘿，嘿，所以伊这个影片差不多50分钟，伊内底有讲着，就是伊迄个有一个中部足有名的大学，伊就是内底一个教授，伊想要请一个台湾的，应该嘛是遮有名的教授来遮演讲。毋过就是结果校长甲即个教授叫去讲，你即个演讲爱甲取消，因为我头拄仔互中国的大使叫去骂。这含呢中国的大使有这款哩的，真的，因为我感觉这样是就是中国人一直伫海外投资，得一直伫关钱和遮个大学。嘿，所以因其实有足侪，应该是嘛拢互控制去啊吧，就是惊讲即个学校无资金，因若无要投资钱的话，因就无法度做研究啊，啥物啊，系啊。对呢吼。系啊，我感觉足侪大学拢是靠中国咧关系。真诶，伊佫有一个London有一个足有名的大学。伊是做研究足有名伊其实即个学校甲英国的是毋是甲军事嘛有咧做伙的研究？伊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诶教授吧，学习中国人，所以因都有足侪资料做伙利用啊。系啊，伊连迄个连英国因即个。学国家安全局的，拢有甲国家的警告讲，甲英国警告讲，咱真正爱做英国，毋过
就是英国政府无得听啊。真是空诶。系啊，小空诶。就是安尼啊。对啊。系啊系啊。对啊，讲着讲顶一集吼，咱有讲着即个南非诶例啦，有小可讲着，毋过无真正去较深入诶去讲。咱来想讲大家来甲补充一个。好。大家知影讲吼，即个南非有即个种族诶隔离政策。就是你若是有色人种，也是黑人啦，也是讲，就是你毋是白人就对啊。你今日会当住伫规定诶所在，白人会甲你规定讲你要住伫倒位。因原本诶即个土地就互白人摕去啊，而且呢，因今日会当做较粗重诶工课，所以因就是因族群之间一直拢有即个冲突。而且特定就讲一开始即个白人呢是African 是看即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来的。因原底呢嘛是散车人，毋过后来英国人来统治南非的时阵，即个 African 就互当作是粗人。下等人就对啊。因就足侪权力互夺走去。后来呢，因为因 African 住的所在呢有即个黄金较选少的资源，所以因佫较英国相战，佫战输啊。所以因呢，即个查某含囡仔呢，都互英国人呢关入去集中营内底。所以呢，因伫即个英国压迫之下呢，因去争取着自由的时阵呢，因毋是为英国遐摕倒来，伊颠倒是摕黑人的自由含权利去换。我感觉因即个所在的应该受越南安尼。就是按中国去越南诶，中国人甲越南人做伙去拍中国人。对呢，对毋对？安尼因就赢啊。对啦，甲你明补充者就是，因为阮即马拄好咧读迄个越南的历史，所以就是雄来去拍。我感觉大家当去看一个叫半岛之龙啊，半岛之龙。对，若是伫欧洲的朋友会当加入咱的读册会。我这本册真叫做趣味，好，佮讲倒来。对，好。讲到代志，讲到即个1960年的时阵啊，迄个是有一届迄个时阵，英国的首相 Macmillan 伊来到南非来参加因南非联邦50周年的活动，就是有小可袂输诶因的国庆啊。国庆日哈。伊公开演讲的时阵呢，都有去批评即个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伊毋是原话，毋过伊的意思就是讲，英国无法度去支持即款的政策，这含英国的原则无共。这了后呢，即个南非的总理呢 Vivian Ward， 我毋知要安发音，的当场甲回讲，因为通常你知影，这首相因若是要去演讲嘛，通常因拢会先交伊的演讲稿。毋过 Macmillan 呢，就是一直都无互伊，结果当场来甲洗面，伊就足袂爽诶，伊当场来甲回讲，即个白人呢，咱遮白人是早甲文明早入来即个南非，而且呢，咱会家己管理家己诶土地。毋过伊无讲诶是啥呢？黑人因嘛有家己诶土地无毋对，毋过黑人因住诶所在是互白人指定，而且是有限制。即个总理呢，伊毋若是心内安尼想，伊嘛有制定过足侪对黑人无公平诶法律，比如讲伊会限定讲黑人今日会当去上补校啊。人口登记法诶时阵，有特别甲注文即个种族。佫有就是看咱日本时代，毋是拢会甲你头前写一个番，就是表示你是原住民的意思。对，因就是安尼甲你记。伊佫会禁婚，就是禁止通婚啊。佫有规定讲黑人会当找头路的区是伫倒位，是啥物款的头路。
毋过因为安尼伊就变做英雄啊，因为伊去甲即个英国首相去甲洗面，伊就变英雄啊，所以后来南非过无几冬独立了后，就出现足侪以伊名为名的即个机场啦、图书馆啦、学校啦、路名啦。嘿，毋过你去想讲，伊对进前制定的遐个政策，拢是对黑人诚无公平。安尼黑人看着遮个名，毋是感觉足倒大诶嘛？对啊，所以这就互我想着讲，即个国民党来台湾了后呢，伊虽然讲无规定讲在来的台湾人会当做啥物头路，毋过因遐1949年来的中国移民，因咧考试拢有加分，阁有足侪好课是保障名额的嘛。系啊，所以因就会甲即个蒋介石含即个蒋经国当做是即个神咧拜对啊。就是咱有一任总统，就是靠遮加分读着台大吧，你讲马英九哦？假着，伊就是叫名的加分才读着台大的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啊，讲到即个主旨呢，因即个南非有路名的路，拢是用 African 的语言去号名的。而且呢，大部分的路名拢是用 African 的有名的人、出名的人的名来号名。啥咱讲叫做有路名的路呢？就是这个是佫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白人住的所在用甲水水啊，佫有号路名，毋过黑人住的所在就是管他伊去死的，无需要去号路名。对，有号路名的所在又佫拢是用因家己的语言去号名的。你知影讲因遮 African 因的占南非的人口5%尔系啊，靠，是真正中国国民党台湾，系对，就是像咱台湾的路名拢是用华语名号名，而且呢，拢是中国的城市的名。对啊，真正有够中国国民党的呢。对。所以后来呢，因遮就有一寡宪法法官就想讲，咱要来改即个路名。因这宪法法定的足趣味的。你讲着讲因这吼，会当通过同性恋结婚的法案，嘛会当废除死刑。这拢是大家拢会当有共识的。毋过为着即个改即个街仔路的名，会当弯甲规个变过，弯甲无法度有共识。靠，等下，你讲着这，我想着中国国民党啊，迄当阵台南市政府想要甲中正路改掉，怪社龙界就去抗议，讲你安尼哪会使？安尼就无成中华民国啊，啥物就伫遐回的，真正就是安尼呢，中国国民党咧。对啊，所以讲倒来，即个南非呢，因即马的即几十年，就是想要甲即个路名呢改做非洲国民大会，就是去争取取消种族隔离的即个主要人物的名。就有一个白人的宪法法官呢，就出来反对，伊就讲即个宪法呢，就要保障少数族群必须要会当感觉互包容、甲保护。就是意思讲，你若是甲我的名改去，你安尼互我感觉互压迫啊。这就互我想着进前迄个咱咧受迄个课纲的时阵嘛，是做一寡会当增加台湾意识的代志的时阵，就有人跳出来讲，安尼你去中国化啦，中华民国要死透透啊啦，就是即个，就是即个。这本册真做趣味的咧。对，因嘛讲着，嘛有人就出来讲啊。你讲你改这路名，安尼囡仔就会找无路通转来厝的啊。因囡仔的成长的过程中啊，我讲华语讲缺乏象征性的次序。
来提供这些继承的事物与归属的感觉。对，你用华语干嘛？这是看法？你有干嘛？人家有个考。无这是不是就像进前咧用迄的同性恋结婚的迄个法案的时阵，伊就讲哦，你该安尼囡仔都唔来，要安怎叫阿爸阿母啊？双亲一，双亲二，双亲一，双亲啊！中华民国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哦，就是对啊。我感觉伊拢敢若无想过讲，当初因甲遮路名改做 African 的名了后，遮黑人因是要安怎学因家己的语言。伊咧用遮路名的时阵，对遮有色人种诶，遮囡仔的成长过程中，因是要安怎去有产生因的归属的感觉，对不对？你要再讲一句好啊，一直想着连爷爷，您终于回来了。就是你头到一段内底有讲着讲，就是囡仔找无着转去厝诶路嘛。伫这册内底，伊迄有研究诶人就讲，遮居民诶讲法，就是遮 African 诶讲法，实在是互做毋敢相信诶，因为人伫家己故乡，毋是靠路名伫找方向，伊是靠感觉。那个甲扛棒即款个 muscle memory 伫找诶，是我去恁兜嘛，毋是靠路名，我是靠记伫甲 Google Map。对 ，Google Map 对，对，系啊 ，postcode， 对，系啊，嘿对啊，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咱趁即个228的即个时阵吼，来读一本册，来反映即个台湾的状况，其实嘛是介好，真诶，所以对啊，真正鼓励大家就是嘿啊，加读册，加读册对，加读册。若是澳洲的朋友，咱来参加咱的读册会，做伙。我感觉读册会其实两个方向啦，一个是就是有人会当逼你读册，因为我毋知甲读个啊，我是足爱买册，毋过我是较这册拢是吼爱想办法逼家己读，我才会读。真的，我是足有兴趣要读，毋过但是就是代志伤济啊。毋过我感觉有即个读册会，就是我会有一个进度。真的，你得有进度啦，你袂讲伫遐贴2-3档才想着才摕出来读，你会有一个进度甲读了，煞来是因为遮议题其实拢介趣味堪逐个做伙，你是哪开讲哪讨论，其实有足侪新的想法走出来，我感觉真的，互我感觉生活安尼就有 sense of belonging， 归属的感觉。咱母你回来啊！你总算回来啊！我感觉是毋是半暝录音拢会笑笑？好，对啊，所以对，安尼大概就是爱珍惜台湾的即个自由甲民主啊，大家多读册啊。大家民主爱深化，大家做伙拍拼，真的对。安尼咱就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稻仔青芳果子甜，青菜水果青。人来对落水溪，参农民行同齐，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清气的土地。稻仔青芳果子甜，青菜水果青。